美洲国家组织 OAS 将选出后一任的秘书长是苏里南的外交部长拉姆丁哦，伊是以过半的票数当选。拉姆丁受到拉丁美洲各国左派政府的支持，嘛是中国支持的人选。美国保守派的媒体是认为讲，中国伫西半球的影响力会增加。当选 OAS 秘书长的拉姆丁做苏里南外交部长要5当，之前嘛做过 OAS 的副秘书长。伫伊的带领之下，苏里南毋但是正做拉美第一个加入中国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。另外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极限新闻的报道，苏里南甲驻各国外交机构和当地的中国使馆密切来整合。拉姆丁就是帮助中国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杀手。70个秘书长投票进前，拉美国家是分做2大阵营。美国支持埃尔马格洛，左派执政的巴西等国是支持拉姆丁。巴西总统鲁拉甚至伫投票前几天的3月初4，以正式的政府公告公开呼吁各国甲票投予拉姆丁。伫得到过半的国家支持之下，中国较介意的拉姆丁变作后一任 OAS 的秘书长。投票了后的记者会顶悬，拉姆丁访问着讲，若美国因为安尼断绝对 OAS 的财政支援 ，OAS 要安怎来应对？拉姆丁讲，共款的维持和川普政府的正面关系。The functions, the projects which the OAS is carrying out needs to continue because they have a function, and a goal. So our view is we're going to engage with the U.S. And I have started it already. 拉姆丁指出讲，拉丁美洲的中低收入国家是气候变迁最主要的受害者，对抗暖化是 OAS 的重要工作。虽然讲拉姆丁强调讲会持续和美方正面来沟通，但是真侪年以来，拉姆丁反对美国制裁委内瑞拉的左派政府。另外，伊强调对抗暖化嘛是违背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。未来 OAS 和会员之一的美国会安怎来活动，伫拉美地区是正受关注。公司新闻，徐家人编译。